先开始来关心咱的副总统萧美琴，去年3月份以副总统当选人的身份去接去访问，结果车队好几架车甲对调调，险险出车祸。捷克政府即马经过调查，已经证实讲这是中国派人派车来监视，佮设计弄车的计划。咱的总统府是强烈谴责。副总统萧美琴去年3月以副总统当选人的身份，接受捷克议长韦德奇邀请，去捷克研究中国的智库发表演讲。因过伊迄当阵才落飞机要去布拉格市区，就差一点出车祸。对方驾驶竟然是中国的外交官。根据捷克媒体上新的报道，捷克情报局调查结果出来，证实是中国武官做的。我们要再度的对捷克方表达诚挚的感谢，严密专业的保护了副总统的安全。那对于中国这一次这种违背了国际的规则，特别是他们的行为为国际社会带来麻烦，也制造了风险，像这样的不法行为，我方表达强烈的谴责。总统府谴责中国的行为。根据捷克军事情报局的调查，这场行动由中国大使馆军事处指挥执行。萧美琴一到机场，因就开始监视，过程中甚至撞红灯，差一点伫路口出车祸。好在捷克警方反应正紧，随后发现这个跟踪者是中国驻布拉格军事外交官。就在这一个时节，大家就可以知道，其实中国的手是伸得非常的深，不是只有在台湾而已，即使在境外，照样也会可能会有跟踪甚至是袭击这样的一个状况。这种针对台湾官员的行动，进前在欧洲是较罕见。捷克情报局也讲，中国对萧美琴的监控，包括人身的监视，是一威胁，掌握行程资讯，并且想要记录伊甲捷克重要人物的会面。捷克参议院议长韦德奇批评这是不当的行为。捷克外交部把召见中国大使表示关心，但是并无驱逐使馆的人员。公司新闻综合报道。